今年已经92岁，黄俊雄是台湾布袋戏的人间国宝。1970年代，伊甲布袋戏搬上第四哦，是造成真大的轰动。伊是婚姻的后尾人，婚姻县政府嘛甲伊一生去做纪录片，今仔伫台北发表，做回来看卖。劝君当初爱何乡，爱何万派水了亡。布袋戏大师黄俊雄，互人号做是人间国宝。伊今年嘛摕到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从听人是我的代表，何必拢阮向挑战？为你是变我梦，演呀！婚姻县政府特别规划这出纪录片《布袋戏人间国宝黄俊雄》，而且是由黄俊雄的后生甲查某囝同齐完成的。曾经被评价为不入流的作品，对。但是50年后的今天，不分阶层、不分领域的台湾人都知道藏镜人这个代名词。我感觉布袋戏文化艺术，甚至各种的艺术，伫个每一个年代无同款的世纪，拢有无同款的挑战。黄俊雄为14岁开始，就对因老爸通天教主黄海台学布袋戏。1970年代，全台拢咧小布袋戏，分九大女侠史艳文这出，更加是电视布袋戏的高峰，成做全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因为黄俊雄是婚姻人，这出纪录片《婚姻管府》筹备真久。我想大家对布袋戏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云林县就是布袋戏的故乡，那最能够代表台湾意象的，也就是布袋戏。这出纪录片为2021就开始准备，今仔日举行特映放送，而且是由黄俊雄的囡仔来负责，用主类角度记录布袋戏大师黄俊雄精彩的人生，看人间国宝对布袋戏这项传统文化的付出，佮坚持。记者柯家轩、贾桂林台北采访报道。